康恩關懷中心生死教育系列，與你一起探討生命的限制，跨越老死的恐懼。臨終病人10項需要。如果我哋能夠多一啲了解臨終病人嘅需要，就會大大減輕佢哋身心靈嘅痛苦。第一，肉身疼痛嘅感覺減至最低。臨終病人對於痛楚嘅恐懼，往往唔低於對死亡本身嘅恐懼。有效嘅舒緩治療唔單止係止痛，更加係包括咗呼吸困難、嘔心、失眠等等症狀嘅管理。當身體痛苦減至最輕嘅時候，整個人更加有空間面對內在同埋關係上面嘅整合。故此，及早介入舒緩治療團隊，定期評估疼痛，並且係尊重病人對用藥同埋清醒程度嘅選擇係重要嘅。第二，係得到有尊嚴嘅照顧。尊嚴並唔係抽象嘅概念，而係體現喺細節裏面，例如身體嘅清潔、隱私嘅保護、語言態度，以及被當作一個人，而唔係一個病人嚟到看待。尊嚴感維繫自我價值，係對抗被物化同埋失去自我嘅重要力量。我哋可以稱呼病人嘅名字，解釋每一項嘅護理步驟，避免喺佢哋面前作出忽略佢哋存在嘅對話。第三，係有自主權。即使喺生命最後階段，人仍然渴望掌握某一啲嘅決定，例如治療嘅選擇、照顧嘅地點，係咪接受侵入性嘅治療等等。自主權關乎我是誰，亦都係對生命負責嘅表達。所以推動預設醫療指示，即使係同家屬嘅期望唔相同，都係需要尊重病人嘅意願。第四，係唔想面對孤單。臨終最大嘅痛苦之一係被遺棄嘅感覺。呢種孤單既係身體上面嘅，亦都係存在感上面嘅。陪伴本身就係一種治療，甚至比言語更加重要。而實踐方面，可以係安排輪流陪伴、靜默嘅同在，透過觸摸，例如係握手，以及允許病人表達恐懼。第五，係希望得到別人嘅同理。臨終嘅人經常需要被理解，而唔係被糾正或者安慰式嘅否定。同理係使到人感到我嘅經驗係被承載嘅，從而減少情緒上面嘅抑壓。我哋可以嘗試反映佢哋內在嘅情緒需要，例如係你似乎好驚，又或者你睇嚟好唔捨得。要避免過早俾答案，又或者係屬靈化嘅回應。第六，係擁有知情權。病人係需要知道自己嘅真實狀況，以便作出心理同埋關係上面嘅準備。知情係面對死亡嘅重要前提，亦都讓告別變得更加有準備。我哋需要以合適嘅節奏同埋語言提供資訊，尊重對方想知幾多嘅界線。第七，係完成心願。病人嘅心願可能係具體嘅，譬如係見某一個人，又或者可能係象徵性嘅，例如係修補一段關係。完成心願係有助於人生嘅整全感，以減低遺憾。我哋可以協助病人實現小而可行嘅願望，例如係錄音、寫信嚟到祝福下一代。第八，係希望被愛同埋得到從前施愛嘅肯定。人到咗最後會回望一生，渴望確認知道我嘅生命係有價值嘅。呢個對於存在意義嘅確認，亦都係對抗虛無感嘅重要需要。
例如同屋企人互相表達感謝同埋肯定，回顧共同嘅經歷，講出未曾講出嘅愛等等。第九係靈性滿足嘅需要。臨終者經常會面對終極嘅問題，例如係生命意義、罪同埋寬恕、同神嘅關係、死後嘅去向等等。靈性關懷唔係附加嘅，而係核心，尤其係對有信仰嘅人。我哋可以為對方祈禱、讀經或者屬靈嘅陪伴，協助表達悔改、饒恕同埋交託，引導對方喺信仰上面揾到安息。第十係適時放手，呢個唔係單單病人嘅功課，亦都係家屬嘅功課。放手係包含對生命嘅交託，同埋對關係嘅釋放。真正嘅善終往往發生喺關係被釋放同埋整合之後，協助講再見同埋祝福，允許流淚同埋不捨，喺信仰裏面學習交託。呢10項需要可以歸納為4個層面。第一，身體上面減痛同埋舒適；第二係心理上被理解同埋唔孤單；第三係關係上面愛、和解同埋告別；第4方面係靈性，揾到意義、信仰同埋交託。臨終唔單止係結束，而係歸回同埋完成路程。因此，關懷嘅目標唔單單係延長生命，而係幫助一個人喺愛裏面、喺盼望裏面安然嘅走完最後一程。如果你想更加明白呢10項嘅需要，可以閱讀康恩關懷中心所出版嘅《無常有序》一書，讓我哋更加有效嘅嚟到幫助臨終嘅病人。康恩關懷中心為癌症病人同埋家屬提供免費支援同埋服務。我哋亦都積極推動生死教育，以致大家更加能夠積極嘅面對生命。請瀏覽我哋嘅網頁，又或者致電0412384838了解詳情。